救命啊！今日個香港客戶揾到我，想總價200萬喺呢個福田買套精裝現樓嘅2房單位。佢同我講冇咩要求㗎咋，有地鐵有商場，翻去呢個福田口岸15分鐘到，咁就搞掂。當時我聽到福田喎，總價200萬，而且仲2房先，真係頭都大晒。不過咧唔緊要，今晚我又揾得到。嚟，大家一齊睇下呢條樓啱啱佢啦。OK， 咁上到嚟啦，呢個單位係48方，做到2房2廳1衛嘅。咁一入門口，左手邊呢度咧就整咗間細房俾你，咁右手邊呢度咧就廚房位置。咁廚房嘅3件套咧都係用咗個方太大品牌嘅。嗱，各位朋友，呢條單位咧係精裝修現樓咁樣去交付嘅，並且係70年呢個產權嚟嘅喎，係民水民電通埋天然氣啦。呢邊咧就乾濕分離洗手間，再褪翻出去咧就係平時瞓覺地方。瞓覺地方咧會連接翻呢個生活露台嘅。喂，福田喎，有咁開源嘅景觀，而且仲望翻呢個山景添。對面咧就係一個卓越會嘅啦。嗱，各位朋友仔，如果中意呢套單位嘅，記得私信我啦。